政府伫7月8日宣布微解封，予运动场所以及电影院等业者有条件开放。但伫现实中，由原有相关业者无得复业，亲像是夹娃娃的业者，因着无得恢复开业，以及影响着生计，所以特别向台南市议员黄丽椒陈情，希望会当为因发声。从5月开始啦，吼，因嘛拢安尼一直配合政府的政策啊，伫这段时间真的是都没有办法营业。啊，你来看5月甲降息，他们有多大的一个压力？你要想嘛吼，租厝就爱租金，税金嘛是照常爱纳，吼，他们相对有多少人口？他的因呢旗下哇在林口，但光是台南市就有800-900间嘛，吼，因为我去查是这样子嘛，那全省应该有1万多间，那么你今嘛安尼连续这侪个月了吼。他们每个月还是一样要去付租金。全国的夹娃娃机业者自从5月3级警戒开始，因着配合防疫无营业，但是店的租金也是爱付，互真侪人强买无法度生存落去。希望政府会当互因复业。我们娃娃机的店面哦，全台湾的应该有1万多间了。可是我每年给政府的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税金哦，就好几亿了啊。所以，可是我们业者没有办法生存的时候。要向银行申请补助的时候，都被银行推荐了，因为它的原因就是代表怎样呢？因为我们还款能力比较不好啊，对不对？啊，希望中央跟地方政府能给我们协助一下。即马疫情有较降落来，如果若是讲全国真济，包括无人洗衣店、无人洗车场、一寡无人商店，因拢总袂当开关是拢无话通讲。毋过因为头干尾是拢无禁着的，阮的生态自动贩卖机。所以就是自动贩卖机，就是无人商店的模式。啊，煞伫咧这波的时阵，伫咧中央，伊可能甲咱归类为我们可能是8大行业。伊可能是安尼甲咱想，也无，甲拢无法度甲咱开放。因为租金一直烧到即嘛会当讲基站嘛已经烧了啊，拢贷款咧过去啦。对着因的诉求，市府经发局做出回应。在这个部分，第一，我们会这样做了。第一个，中央如果有松绑了，那我们当然就会跟进来做一个评估。另外，第二个，我们也会主动的如果业者有一些条件之下，因为当初为什么会把娃娃机为限定为暂时停业，他也考虑了几个点。第一个，如果他是没有人在做管理所以不宜落实相关的一些防疫的一个规定包含量体温、10连制、戴口罩，还有出入口管制、保持社交距离。那我们建议如果说在有条件之下，你们能够有人营业期间有人的一个监控，那落实刚刚提到的出入口的一个管制、10连制、戴口罩那包含保持社交距离这个部分，我们市政府会先来把今天各位的一个意见，我们就直接会带回去。我们会带回市府这边来做研究。市府经发局表示，会将业者建议召回研议，另外也会协助台南市的夹娃娃机业者申请纾困，渡过眼前的难关。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